如果你套單位自帶一個花園，你要將個花園點樣去打理呢？嗱，就以我哋而家睇到呢幾戶人家，佢將啲花園種晒啲花，花開呢一個時候，哇，望落去的而且確非常之靚，尤其係嗰一棵嚇。嗱，攝影師可以俾個大啲嘅鏡頭，近睇啲，現場睇會更震撼嚇。係啦，咁啊同埋呢一度仲有個業主，佢係種滿咗成個花園都種滿咗花。嗱，哇，非常之靚。呢一個就係有一個花園，有一個花園嘅好處。呢一個屋苑有3個非常之硬嘅配套啦，一個咧就係山泉水、露營基地以及自帶一個300畝嘅天然水庫。咁啊，仲帶一個非常之大嘅花園。唔知大家見到呢一個花園，有冇遐想過自己嘅退休生活係一個點樣嘅節奏呢？咁啊，住喺呢一度話，當然肯定係一個慢節奏，呼吸住一個含有非常之高嘅負離子含量嘅一個小區。咁而且呢個小區佢嘅空氣質量同埋負離子含量係同世界3大長壽村同等嘅一個環境氣候參數嘅一個屋苑嚇。所以呢邊如果你攞嚟退休、度假、養老，絕對係一個一流嘅選擇。而且好多啲街坊啊，都會攞呢一個屋苑咧同九肚山比。當然啦嚇，九肚山嘅話就香港啦，而我哋呢邊嘅話就會比佢九肚山更大，環境嘅話有過之而不及，可以咁講。因為可以睇睇佢前邊係無遮擋嘅一個視野，係啦，你前邊嘅一個景，以後都係一個永久景嚟嘅，非常之唔錯。最主要呢個花園後期咧，你可以挖泳池、養錦鯉、搞翻個露天嘅一個涼亭，你自己喺呢度沖下咖啡彈下吉他，逍遙快嘅一個退休生活，諗都已經係唔錯。人生奮鬥無非就係飲飲食食，係咪先？改變一下自己更好嘅生活。如果唔係，你人生奮鬥嘅意義係咩呢？係嘛？如果有錢，呢一個上下5層，你值得擁有嚇。咁而家嘅話咧，跟住我哋嘅鏡頭入裡面睇睇佢一個來龍嘅一個佈局先。咁啊，我哋呢一套單位屋契嘅面積係152平方，係啦，做到咗4房6廁嘅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入嚟呢一層嘅話係負2層，但係其實大家唔好誤會，可能聽到負1、負2就會話係往地下，而我哋呢一套嘅話係直接響地面嘅，負1、負2層嘅都係。可以睇睇呢一度話就係做咗一個客廳，咁啊對出嚟呢一個就係花園啦。而且花園嘅話非常之大，可以做一個足球場都冇問題。咁啊呢度負2層係做到一個招呼客人，又或者話自己中意喺度飲茶又好、沖咖啡又好，就做咗一個招待嘅。咁啊隔離呢一度話就係一個酒窖啦。咁啊平時你自己可以擺翻啲自己珍藏嘅一個紅酒又好，或者白酒又好同埋啲洋酒、人頭馬爹利等等呢啲SO 喺呢度3、5知己探翻支酒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係啦。再過到嚟呢邊呢一層嘅話，會自帶一個洗手間嘅，咁啊令到你嘅話喺呢度平時休閒嘅話就唔需要話再上6層咁麻煩。我哋每層嘅話標配起碼1個公共洗手間嚇。再過到嚟呢邊係一個可以擺一啲雜物嘅地方，咁但係咧，大家可以見到佢周圍都係牆冇窗嘅，但係佢嘅採光依然非常之光鮮，係因為點解？因為上高有2個採光井嘅，咁啊呢一個係俾你預留到後期裝 lift 嘅，咁啊因為上下5層，咁你有個 lift 嘅話就比較方便啦。呢邊你可以擺一啲平時生活上邊所用到或者唔經常用到嘅一個雜物，因為呢套單位152平方，但係佢嘅得房率500%，係咪好得人驚呢？屋契面積152平方，但係你實際使用到嘅面積650幾平方，非常之緊要。咁我哋而家馬上上負1層睇睇。我哋而家嚟到咗負1樓，可以見到其實呢度負1樓實際上係2樓，因為合約裡面下邊2層咧係寫負1同埋負2。因為點解要咁寫？你要咁樣寫先有到贈送面積俾到你。因為我哋啱先講到152平方，實際你可以使用到面積600幾平。可以睇到望出去嘅視野非常之開闊，冇任何遮擋，全部都係綠化。你向呢一度每深一呼吸嘅一口空氣都係樹嘅味道，
簡單嚟講就係負離子含量高。喺呢度，就算你有鼻炎或者話有偏頭痛、瞓覺唔好，你喺呢度住翻1-2個月，身體都會有一個治癒嘅能力，因為你瞓得好，身體嘅抵抗力自然就會好啦。而且呢一個露台非常之大，700米大，700米長，咁啊闊度話2米幾2.6米，非常之緊要。咁啊，我哋而家話咧入嚟內籠呢邊睇睇呢一間房，非常之闊著。咁啊兩邊嘅話預留到2個人企嘅話都係非常之夠位嘅呢一個衣櫃而且佢嘅一個天花高度係3米幾，非常之足夠，而且好闊綽嚇。咁呢一個負1樓係2個標配嘅套房，呢一個就係另外一個入嚟呢邊係呢一個套房嘅一個洗手間，可以睇睇乾濕分離智能馬桶呢啲都係標配啦而家。咁呢一度就係瞓覺嘅地方，可以見到連窗戶都係落地嘅玻璃嚇，望出去嘅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嘅，睇到藍天白雲同埋綠油油嘅一片，非常之養眼。而呢一度仲有一個採光嘅玻璃，亦都係望出去。咁而家現代嘅一個社會啦，可以講每個人嘅話都係每日多多少少都會使用到一個電子產品，係咪先？住響呢啲咁嘅環境，你嘅眼嘅疲勞響呢度望出去就可以得到非常之好嘅放鬆。你用眼1-2個鐘望翻呢一個綠色10零分鐘，自然嘅話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眼保健操。咁同埋呢一度負1樓仲有一個另外嘅公共洗手間，可以睇睇。好啦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負1樓嘅情況。我哋而家上1樓睇睇。我哋而家嚟到咗呢一套別墅嘅第3層，係合同裡面寫嘅1樓。查實如果你響成套別墅嚟計，呢度係3樓嚟嘅。呢一個位置係一條馬路，然後呢度會有一個俾你泊車嘅位置。當然，如果你屋企有好多架私家車，你亦都可以將呢一度平鋪過嚟，後期呢一邊亦都可以泊多1輛車嘅，係啦。咁呢一個位就係我哋啱先介紹到，你可以喺呢一度話裝翻一台 lift， 咁上下話就非常之方便啦。可以參考隔離個鄰居啦。嗱，有玻璃呢一個位置就係佢而家做好嘅呢一個 lift 啦。平時嘅話上落樓就可以坐 lift， 咁話就唔使話行樓梯咁麻煩。咁我哋而家入嚟1樓睇睇佢1樓一個佈局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先。咁呢個大門非常之闊綽嚇，雙開門嘅一個子母門。入嚟我哋嘅右手邊呢一度就係1樓嘅一個公共洗手間位置。啱先有講到每一層肯定要標配一個洗手間嘅嚇。入到嚟呢一度嚟客廳、餐廳打橫嘅。餐廳對應嘅話就係呢一個廚房。呢種咁嘅好處就係咩呢？你平時喺廚房裏面烹飪，煮到啲靚餸，直接嘅話就可以往外邊呢一度話就拎出去。腰型嘅設計，明窗呢啲都係有嘅。呢個餐廳位，陽板間呢邊嘅話係做咗一個長條形嘅。咁其實你可以擺翻一個圓台都係 OK 嘅嚇。我哋再出翻嚟露台呢邊睇睇，露台望出去嘅景觀同樣依然每高一層呢。嗰個感覺都會唔同。你上到咗呢一度3樓，望出去嘅視野咧，會更舒服覺得，因為個高度高咗，望出去就係我哋前邊自帶嘅一個10萬平嘅有機農場。你住喺呢個環境裏面，前邊就係一個老細包咗嘅一個10萬平嘅農場嚇。你住喺呢度可以自己親自落去摘，亦都係可以嗌佢配送上門。呢一度嘅有機農場就唔好似你網上見到嘅話，所謂有機呢邊係你直接可以自己親自落去感受到嘅，你想要乜就摘乜。呢一個其他地方真係俾唔到嘅一個享受嚇。同埋呢一個露台，可以睇睇10幾米嘅露台，呢一個1樓，哇，非常之緊要。平時如果你喺呢度種滿晒啲花，呢一個露台一眼望過去，哇！心情嘅話即刻話靚幾倍，而且佢係一個轉角位嘅露台嚇。呢邊你可以搭翻個棚又得，種翻啲你自己中意嘅盆栽，亦都 OK 冇問題，非常之唔錯。如果有啲中意攀岩嘅話，你喺度搞翻啲攀岩嘅一個設施，都係唔錯嘅選擇嚟㗎，我覺得。係啦，呢一個話就係1樓嘅情況。我哋而家上去2樓睇睇佢嘅一個佈局先。嗱，咁我哋而家上到咗2樓，上到2樓我先發覺，原來2樓咧佢只有1間房係主人房。同埋呢一個主人房，我發覺咗一個比較特別嘅，佢居然做到咗雙露台嘅設計對流嘅嚇。如果嗱呢度一個露台，
咁啊，一陣間我哋後邊嗰度仲有一個露台，幾緊要。主人房自帶一個向北嘅露台，雖然話望翻屋苑嘅對面嘅一啲鄰居，但係你有一個露台嘅話，對於你呢間房嘅一個通風效果係非常之好嘅，而且個露台唔細喎，非常之大。喺呢度晾翻自己衫或者話平時曬下被都係唔錯㗎嚇，因為呢啲被有時候冚耐咗嘅話會有啲蟎蟲啊，據專家講咁啊可以殺菌。嗱，嚟到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你放翻2張啲2米嘅床都完全夠嚇，毫不誇張咁講。而且個樓底高非常之高，呢一個感覺就係真係一個豪嚟形容。而且獨立嘅衣帽間，呢一個喺香港嚟講嘅話，真係啲平層嘅主人房嘅大細啦嚇。2個衣帽間緊要咯，平時你啲包包啊、鞋啊，全部都可以擠翻呢度。呢一個就係主人房標配嘅洗手間位置，非常之闊綽，而且佢係分開喎。上洗手間同埋沖涼咧，你唔使話擔心咧濕立立。係啦，咁啊同埋可能好啲觀眾朋友睇到話點解會冇浴缸，因為內地嘅文化佢唔係好興浴缸嚇。如果觀眾朋友想要浴缸，自己可以加裝都冇問題，因為喺內地好多人浸浴嘅話，佢會考慮到去啲溫泉度假村裏面咧去享受翻呢一個浸浴嘅效果。係啦，同埋主人房自帶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，雙露台嘅設計主人房，哇！別墅雙露台真係好少見嚇。咁啊而且到咗我哋2樓或者攝影師可以出嚟睇睇啦，睇翻呢一個湖景，我哋可以睇睇呢一個湖景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喺影片裏面咧，大家可能睇到會覺得好細，其實如果你親自過嚟感受啊，好舒服，因為你片畢竟唔同人嘅肉眼睇到嘅咁真實，所以我喺呢度話亦都誠邀各位觀眾有時間嘅話，可以當旅遊過嚟啊行一趟，了解翻呢度嘅一個環境同埋戶型啦，唔買都唔緊要㗎嚇，我哋唔係強買強賣，你當旅遊過嚟都 OK 嘅。我哋而家嘅話上最尾一層第5層去睇睇。5樓有一個星空露台，平時你喺度3、5知己，好似而家啱過完嘅中秋，你晚上可以喺呢度咧做下燒烤、飲下啤酒，欣賞下星星同月亮。哇！呢種感覺你喺大城市根本就體會唔到，而且個視野同樣都係開闊。呢度景觀我發覺咧，除咗開闊，就真係冇其他任何嘅詞可以形容到佢啦。唯一仲有一個誇張嘅就係佢綠化非常之足夠，係啦，咁啊呢一個星空露台翻嚟呢邊，仲有一個比較得意嘅一個就係佢仲有一間套房嚇。咁啊呢一間套房，佢係做咗一個兒童房啦，又或者話咧啲仔女嘅房啦嚇。見佢一個裝修都係，咁啊仲帶一個洗手間嘅，都係套房。呢一個咧就比較貼心，每個房間都係套房，咁樣嘅話你就唔會話擔心話會爭洗手間用啊各方面，而且望出嘅視野亦都係非常之開闊嘅喎。係啦，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樓盤5週年慶特別推出嘅一個優惠房源嚇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大家 WhatsApp 又或者話電話聯繫我哋嘅呢一套單位。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過嚟親身感受下。歡迎大家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。呢一期節目嘅話就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